喂，大家好，又開晨啦。嗱，咁今日咧喺錦繡花園就為大家介紹一個租盤，靚裝修嘅租盤，實用面積1100尺，花園就1169尺，係屬於後面嘅大花園。咁但係前面呢個空間咧都唔細嘅，打開成個閘門之後咧，呢度有機會夠闊㗎啦，泊到部大車㗎啦。當然門口可以泊到一部。咁另外就呢度有少少牆身啲特色嘢嘅，咁就有少少通透位啦，可以望穿出邊嘅內街啦，幾特別嘅。咁另外咧，呢個花園通道位咧一樣㗎啦，有需要泊車咧一路可以泊入去，8尺闊。嗱，側邊呢個位置咧就做咗啲環保木板咧，就間高咗，由翻自己嘅私隱度。咁但係個間法咧都特色少少嘅，大家可以睇得到梅花間竹，深色啡色，深色啡色比較特色，有少少嘅design 感覺啦。咁另外牆身就係白色啦，呢度都係白色嘅。中間有個門咧就入屋嘅。嗱，呢個門咧都特別啲㗎，一個鋼門，但係呢度中間咧係玻璃嚟嘅，通透，喺呢個位咧都可以望到入屋㗎。幾特別㗎呢個設計，咁呢間屋係屬於3房嘅間隔，咁啊做咗一個套房啦，有個套房嘅設計，即係啲共用套房嗰啲咧個洗手間，我又覺得做得幾出色嘅。咁而家咧就同大家上去，同埋或者去後花園度參觀下先。呢間屋咧入門口之後有個大嘅接門啦，前邊咧就係前庭花園同埋花園通道位，經過花園通道咧入到嚟咧就係一個好方正嘅後花園啦。嗱，嚟到後花園咧個空間真係幾深㗎，幾闊㗎。用個租盤嚟講，我覺得呢啲真係無敵㗎啦！呢間屋應該好快租得出㗎啦，冇花草樹木，側邊鄰居又乾乾淨淨、企企理理，又冇啲大嘅高樹，即係可能有啲蚊蟲嗰啲，有啲客人驚㗎嘛。呢度完全冇問題嘅。咁我哋入屋去參觀啦。嗱，由中間門口入咗屋之後咧，右手邊就係客廳嘅部分嚟嘅。咁呢邊咧就電視機牆身啦，哇，個冷氣機都好新淨。咁啊，全部地磚鋪晒喺度㗎啦，有個玻璃托。門就通翻出後花園，仲有個大嘅採光窗。呢個位擺到張好大嘅 L 型梳化之後，都仲有啲位置，你中意擺張按摩椅都得啊。中間擺茶幾。咁呢間屋咧有個少少個位咧，我覺得佢我幾重嘅，就係呢一個角落頭位置咧。即係一般咧就要嚟擺收納啊嘛。咁但係而家業主呢度咧，其實做咗眼特色少少嘅吊燈。夜晚熄晒燈咧，淨係開眼吊燈喺度睇下電視咧，我覺得幾舒服。好，跟住再過嚟咧，就係一個飯廳嘅空間。中間呢度嗱，好似而家擺張細細地嘅4人餐台，上面有眼吊燈喺度食下飯，唔錯啊！呢度廚房位置都係做咗中間有玻璃設計嘅，入邊係緊廚區域，入邊都好多收納位，洗衣機都可以擺埋喺度。咁另外樓梯底位置下面一個儲物室咧。業主呢度咧已經做咗個客廁洗手間㗎啦，咁啊方便招呼朋友啦或者客人啦。咁另外樓上就3房間隔㗎啦，呢度樓梯就係上睡房。由花園通道中間門口入屋之後咧，左手邊就係飯廳嘅空間。飯廳有個大嘅採光窗，係望翻去前庭花園。側邊嘅冷氣機咧都比較新淨。右手邊咧仲有一個緊廚嘅空間，而入門口嘅右手邊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客廳。千一型呢個客廳呢個空間感呢就真係好大啦，可以擺到好多唔同嘅家具。而由客廳可以望返去後花園個感覺呢都幾開揚。緊廚入邊呢仲有好多嘅收納位，係用明火煮食。沿樓梯上嚟1樓啦，上邊就係3房1套嘅間隔，仲有個閣樓空間添。樓梯嘅右手邊呢個呢就係一個浴室位，做大咗個洗手間。可以作為一個主人房嘅套房使用添，當然有窗屬於名次。浴室嘅隔離就係主人房間，左手邊就做咗啲入牆衣櫃同埋梳妝台，左右兩邊有大嘅採光窗。房間嘅中間位置可以擺6尺嘅雙人床，空間感俾到你㗎。跟住隔離就係第一間客房，入門口嘅右手邊到頂嘅入牆衣櫃，但係客房呢得一個透光窗嘅啫，全部都係望返去後花園。千一型呢其實幾好嘅，兩間客房嘅空間呢都係差唔多相若。第二間客房呢，入門口嘅左手邊有個凹位呢係做咗衣櫃㗎啦，當然都有個透光窗係望返後花園。呢間屋呢仲做咗個閣樓，但係呢度呢淨係有抽氣扇冇冷氣機㗎，大家要值得留意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租盤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臣啊，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